下一位就难哦。刚刚他已经出场过了，他的 Top Rock 在全世界可谓是在我心目中是最强的，也是跟 Mr. Wingo 齐名在 Top Rock City。不是你啊，大胆，好吧？准备好了 ，For USA， make some noise for